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大清地拄正3点，亲身开记者会，宣布伊的副手就是萧美琴。萧美琴早起9点，嘛已经向外交部请示驻美国的代表。 早起10点外，外交部有发出相片，表示驻美代表萧美琴伫早起9点向外交部长吴钊燮述职，并且正式辞职。是驻美代表同一个时间，赖清德嘛伫面册发出甲萧美琴的相片，宣布赖萧配成行，佮写讲邀请美琴成为总统大选竞选的组合。伊相信这是众所期待决定，嘛是上好的决定。要伫最后50几天团结所有一切力量。我们一起回去吗？ 送飞机啊，同一班吗？同一班啊，跟你代表同一班。昨暝萧美琴就被翕到伫美国机场出现，甲 APEC 代表张忠谋坐共一班的飞机返来台湾。不过萧美琴真低调，无伫通机场防翕到。外交部将依照规定办理萧美琴的辞职事宜，估计几天后就当完成庭事并且生效。外交部长已经准萧美琴伫这段时间请假。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亲身公布副手人选，就是萧美琴。打算明仔载也就是拜二会到中选会登记。萧美琴伫返来台湾了头一个周末，估计第2日时会登去伊经营10年的花莲。台党的立委参选人赖坤成嘛邀请萧美琴去做讲。有我们的赖主席秀羽球棒，我们强大出击。 赖品如典型的活力，赖清德除了伫面册有写文章，早起嘛陪同民进党新北市12个选区立委参选人联合登记，强调讲提名名单是民主大联盟的表现。第一个，我们先说跨党派来讲，我们除了有民进党所提名的优秀候选人以外，我们特别邀请了过去是时代力量，后来是无党籍的吴峥来参与这次的选举。 在中和选区，在新店选区，我们邀请了过去是绿党的议员出身的曾柏宇来参与这次的选举。1月13，3票护台湾。赖清德早起特别返来到伊家乡新北市，发出一家12全雷打，就希望结合国会力量，壮大台湾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